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3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内底的大暑，全台湾出现上高温是伫咧花莲玉里，有甲摄氏40度4。遮尔热的天气，致使花莲的鲮鱼也有卵价减产，部分的农作物嘛受损，而且上班的温度嘛超过38度。气象局讲，这礼拜也是有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极端的高温，爱到拜一温度才会小可降低。天气拢无云，日头赤炎炎，未少民众太热热去花莲台东佚佗。不过23是大暑，全台上高温搁再出现伫花莲，有历40.4度，富原也超过40度。外面众人看到基比派出所巡逻车一路一直等，赶紧运送伫修高乱溪溪边昏倒，敢若着所的10人到港水公路，结果由救护车接手，赶紧送病院，争取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缩短送医时间，所幸送医及时。中暑民众就医后已无大碍。人未堪要接热，同时要更加受到伤害。贵阳秋河大日头跑到到地，已经出现大黄的情形。吉安乡200公顷的种植面积，大约是3成受到损害。地方烦恼讲，这情况恐惊更加严重。下个月会更严重，因为吉安乡已经连续22天未降下任何一滴雨量。那目前水资源的部分也非常的匮乏。天气上热，有花莲的畜牧业受到冲击，温度上高，卵鸡也有鲮鱼拢出现减产。因为热浪的侵袭呢，就造成那个鸡的下蛋减产30%，乳的产乳率呢减产20%左右。上报也继续发烧，邦桥甲台北上升超过38度，台北市环保局前一天就发布这个真热天气预警。早起也出动泉水车，由淡马港路边大日头跑到地，差不多超过50度，泉水能帮助降温，可以降低10度C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天气好天真热。日市本岛的温度对33度起跳，气象局对着台北、新北、桃园、宜兰、花莲、台东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机会所在发布红色的灯号，其他的地区除了新竹市，拢是连续出现36度的柑仔色的灯号，一直爱到下礼拜一才小可降温。星期一开始，我们发生38度以上极端高温的几率就很明显的下降了，但是我们在正中午前后的温度还是可以到达33到35度。气象局提醒，体感的温度比实际温度更加高，部分的地区会出现超过40度的感觉。另外，暗时了后，温度有可能达到30度以上。暗时出运动的人也是要注意，唔通去钓沙。所以，呼吁民众规家拢要注意，较莫去拍钓，多多补充水分，防止这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宣布扩大注第4档疫苗，为日开始，50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预约来注射。伫台中文心森林公园，今仔日有不少要来注 BNT 的民众。不过，因为 BNT 目前是优先提供给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来注，数量有限，有民众是感觉讲要预约是真恶。另外，伫疫情的方面，指挥中心公布今仔日国内新增加22347个本土病例，有53个死亡的个案，171个中重症，人数是比顶礼拜六减11.5%。台中文心森林公园快打站透早就出现大批排队的人，全拢要注 BNT 来。也毋过人伤济，民众伫大日头骹排队，甚至也有外县市也来注，互未少民众真不满。很像一堆难民在这边挤在一起，没有秩序。有些老人家根本受不了啊，还没打就可能就晕倒了吧。中央扩大的第4期注射对象，23开始50岁以上民众拢会当注。台中开放文心森林公园甲东协广场2个挂点注射站，提供限价注疫苗。虽然现场随到随注，也毋过大人 BNT 只有160个名额，吸引大批民众抢来排队。成人 BNT 它的库存量很少，像台中市大概只有2000剂，所以几乎没有其他的医疗院所可以预约得到。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全市大人 BNT 只存2000多剂，需要优先提供给12至17岁青少年作为注第3剂，所以大港只会当限价大约100剂左右，予快打站。另外，伫疫情方面，指挥中心公布23增加22347例本土案例，增加53例死亡个案，加171例中重症。
那目前轻症无症状占全部病例的99.54%。指挥中心表示，23增加5例密斯西儿童重症个案，一例伫家互病房插管治疗。6个月至5岁莫德纳幼稚疫苗开始注2天，累计有1.5万名幼稚注疫苗。23个案数比22下降6.2%，甲顶礼拜六比是下降11.5%，呈现大大下降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有一个40多岁姓郭负责人。去年做2档高端疫苗了后，后来个归分数煞袂治力，经过几啊届手术了后，下半身还是袂顶袂当。去年11月份，伊申请受害救济，前几工仔收到公文啊，内底写讲因为无法度确定敢是甲高端疫苗有关系，所以发予伊10万块的救济金。伊是真恶接受，而且艰苦甲袂晓讲。不该是我的双脚只10万块而已。真的只有10万块，我下半身怎么办了？记小姐倒伫面床，双脚无法度来活动。伊讲因为注射2剂高端疫苗，造成下半身拢无力，拢爱倒伫面床的。你10万块打发我是重症嘞，你用的是救济的理由给我，然后跟高端无关系。原本伫养生会馆工作记小姐，因为防疫规定无注疫苗，必须每7天来检测。去年8、9月分别注2剂高端疫苗，11月规身躯拢无力，目睭看无，就医去治疗。经过多摆换血、神经传导手术了后，下半身依然是无法度爬起来。到即阵，伊的生活拢要靠救护员的协助，也长期来复健。伊申请即个疫苗的受害救济，经过8个月审议，收到公文认定伊符合格林巴利症候群，也毋过无法度来确定这是甲高端疫苗有即个关联性。民众对于审定结果若有不服，可于收到文30日之内，依诉愿法第14条及第58条规定，散具诉愿书，向卫生福利部提起诉愿。新会出来的主要经济来源的记小姐，妈妈也中风，无法度工作，即阵陷入困境。台南社会局表示，定期追踪来关怀，适时提供予伊协助。疾管署也表示，若以后对这诉愿结果依然不符甲议文，会影响台北高等法院来拍这个行政的官司。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关心选举的消息。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最近一直批评伊的对手陈时中防疫的问题，而且认为陈时中应该爱甲地方会实力。伊嘛邀请立委洪明凯加入伊的竞选团队。因若陈时中除了换新的相片，竞选团队嘛找前文化部长郑丽君，也有前立委姚文智要来做伙拼选战。甲点假半感情，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23参加天舞相关活动。公告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将举办几啊场电风说明会，蒋万安会了全开批评不如改办电风道歉会，此外找工党立委洪明凯加入发言团队，向改头是联手相北拼胜选。现在选举来了，才说道歉。过去从来没有经营台北，没有跟台北市民互动。现在就要赶着办各地方的说明会，我认为应该要办地方的道歉会。北北基桃共同联合区域作战，发挥友善国安的连线。陈时中是积极经营抗战，先伫社群平台换形象相片，也发文表示竞选团队的政策小组加入前文化部长郑丽君甲前立委姚文智，强调家己合决心备做贯彻阿中模式，拄到唔捌的所在都爱请教。不管在交通、都市规划、教育、文化、环保各个层面的城市治理，都有最强的阿中智囊团。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地甲副市长黄珊珊在其当地出席市政活动，民众热情化当选，更加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被甲郭文地共台挺黄珊珊，引起关注。珊珊有，应该是我常常去看宋主席啊，都在讨论，他在给我的都是很多的建议，没有在讨论选举的事。台北市长选战顶现三卡都，互问到若出现起跑效应，有希望摕到哪粒选票？对此，黄珊珊表示，将应该做的代志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昨天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有风声讲伊邀请院长做营务主委，不过苏贞昌无答应。林佳龙早起受访的时阵是八会讲有一件代志，因那苏贞昌是讲是因为烦恼方讲行政无中立，不过要是全力来辅选。另外，针对国民党新北市立委洪明凯做蒋万安竞选团队发言人的消息，好友期讲一定会做回拍拼。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23早起拜访泰山区顶山山间。参香搁争辩，不过外界关注焦点是伊定期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传出邀请担任营务主委。不过苏贞昌只讲副选是天公地图，方解套是和林佳龙软软拒绝。林佳龙否认有讨论任何机会，强调苏贞昌是上大靠山。苏院长可以说就是我最大的靠山。那当然作为同一个执政团队，他一定会来帮我这个宣扬。这个我们执政团队的政绩，没有行政院长在当什么主任委员、荣誉主任委员这一个权利，容易被质疑行政不中立，所以不必让人家引这种话题。苏贞昌意思是技术指挥。林佳龙讲，新北大部分建设是行政院前瞻计划，也是苏贞昌做台北县长所拍基础。竞选团队有真侪苏系子弟兵，包括民进党秘书长林锡尧、立委苏卡会长洪亮等现团结精神，也毋过早起行程，苏卡会临时无来。竞选团队澄清本来就无邀请苏卡会。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主持新报告秀，校舍证件启用典礼，表示去年新北市投资达到630亿的教育资源，和新北市更较有国际竞争力，用政绩拼竞争。也毋过林佳龙加上侯友宜政策执行力差，五个本色山的政绩无合格，侯友宜大声回击。30年前没有办法解决的五股垃圾山变成夏绿地，我们可以请林佳龙先生去见证新北市五股的大改变。另外，国民党新北市立委洪明凯加入蒋万安发言人团队，有意打造双北连线。侯友宜表示，一定会来同齐作战，针对大台北生活圈做好整体性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国际消息。有关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今嘛可能会有外交解决的方案。在联合国甲土耳其斗协调的情形之下，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的代表在土耳其签署两国有关粮食、肥料为乌海港口输出的协议，而且会由土耳其这边来主导，以方双边透过出口的船来招输武器。在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证甲现场来宾的普声当中，俄罗斯国防部长绍古甲乌克兰基础建设部长库布拉科夫前后完成签字甲换本仪式。不过，俄方依然是在战争的状态，所以由俄方签字了后交予土耳其官员，佮由土耳其官员提予乌克兰代表签字。达成协议的关键是欧美同意解除对俄罗斯肥料甲粮食出口的制裁措施。俄方也同意由土耳其主导设立协调中心，负责保障乌海航行商船的安全，甲检查来往船只，防止武器走私。Перш за все, на них покладені гарантії, що вони не атакують і буде визначений коридор, по якому будуть рухатись суда. Це зафіксовано буде в наших домовленостях з ООН і в домовленостях ООН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 що в цьому коридорі до нього не будуть наближатися там на зафіксовану відстань. Нас,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то, чтобы был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осмотра судов, идущих в украинские порты, дабы избежать завоза туд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которая бы позволила продолжить те или и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虽然在顿巴斯地区，俄乌两军依然是一直交火，不过因为这是俄乌战争以来双方第一摆正式达成的官方协议，所以有关各方拢以审慎乐观来看待。另外，对全球物价一直欠悬有偌大的安大作用，也搁爱观察。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在南美洲甲北非发生大规模民众的抗争，北非的顿尼西亚因为民众不满总统透过修宪想要掌权，走向独裁。因为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民众认为讲政府本来对换食实的单仔，互因清在领着过期的物件，所以希望讲规期就发现更较好。因为阿根廷的民众不满职业骹球甲组联赛，地主对连续5届拢输去，要求球团的高层来负责。几啊千的示威者甚至甲警方发生严重的冲突。生气的球迷想要冲向独立队球团的办公大楼，要求高层进行解散，也不过互警方挡掉咧。
镇部警察动用像人枪支、催泪瓦斯，想要甲民众赶离开。阿根廷这届甲组是当地等级上悬的卡球联赛，独立队原本也是传统的强队之一。不过新的球季开赛以来5连败，1胜难求，互球迷难以接受，行上街路抗议。所以讲原定当地时间23甲土库曼俱乐部的比赛，基于这个安全理由来暂停。相关伫南美洲玻利维亚的抗争场面就加真和平啊。伊呼吁占大多数的示威者认为政府所发的食物补贴对换管，敢来生活到政府仓库内底有的物资。民众主张爱发现金，回入各个户头，让民众去买符合家己所需求的食物。Necesitamos la billetera móvil para ver lo que nos conviene, porque aquí nos dan en sobreprecio y lo han admitido ellas mismas, pero nos están encajando productos del año pasado. Ya se va a pasar la fecha y al final ya no va a servir es para la basura. 另外，伫北非的突尼西亚首都突尼斯，民众抗议理由是不满总统萨伊德就着修宪扩张权力。萨伊德在2019年上任了后，先是伫旧年罢免总理、解散国会，这个月是准备甲修订了后的宪法草案交付公投。جينا اليوم خطرنا ضد البروسيس كامل اللي صار قبل الاستفتاء والاستفتاء في حد ذاته。路透社报道指出，有反对阵营分裂，萨伊德不愿意推动修宪来扩权，成功的机会是真大。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接下咱来看在地消息。咱台湾一个真有名29岁女定三家张经理，有设一个目标，要爬全球14粒8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昨昏伊伫个人面册甲大家报喜，讲伊已经完成爬世界第2高峰 K2， 而且伊嘛是咱台湾头一个无用人工上诉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目标的定三家。手提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伫世界第9悬的山顶，8215公尺的南迦帕巴山留下身影。张继年7月初爬完 K9了后，转往世界第2悬山8611公尺的乔戈里山，这是伊第2摆挑战 K2。张继年伫20到7700公尺4分野地，天气较好了后，伫山顶爬起去。伫伊伫个面册报告好消息，挑战免到散数，爬上山顶成功。强调这毋那是个人的挑战，更加是战胜这人类的极限。台湾人去爬这样的山，其实也是都不容易啊。我都蛮正向鼓励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年轻人啊，帮台湾创下第11座无氧攀登啊，对啊，所以是蛮好的一个结果。卢中汉2019年北加中原是想要无到散数爬上 K2， 不过因为山顶的束风无好，无法成功爬起去。伊相当来肯定，愈来愈多少年人勇敢来探险。台湾时间10月16下午1点10分，终于登顶世界第3高峰，关键人物也是台湾。张继年正做台湾头一个无到散数完成爬上 K2 的登山家，离家己所设下完成世界14座8000公尺悬山目标是愈来愈近，已经爬过9座啊！伊希望30岁进前会使登陆村的这5座的高山。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棒球场整修6年外了后。日暗时正式举办比赛，头一场的比赛门票是招拢袂了了，差不多有1万人来现场看比赛。那总统蔡英文嘛有来参加活动。伊对第顶番的棒球场表演精彩的节目，开12亿经费整修几啊年的新竹棒球场，日暗重新启用。第一场就是主场球队比全场的比赛。球迷拢真欢喜。以前就感觉比较脏脏，可是现在就整个比较明亮，比较好看。交通变好蛮多，然后也是变整齐很多。原本也是有点暗昏暗啊，现在变比较明亮，观看也比较舒服。总统蔡英文来到现场，除了感谢职棒联盟参市府甲球团的努力，嘛呼吁球迷做伙来现场支持台湾职业棒球。去年魏全龙回到职棒1军舞台。今年有46年历史的新竹棒球场也要回来了。无论大家看球的球龄有多久，我都要欢迎大家一起进场看职棒、挺棒球，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职棒一定会越来越好。有
有42年历史的新竹棒球场，因为结构老旧，2019年原地拆除重返，完工了，还有规划地下停车场，方便民众停车，也提供更较好的比赛环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环保署委托如果儿童剧团创作的环境教育亲子舞台剧，今仔日伫台北树林的儿童新乐园演出头一场，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大人囡仔对台顶跳舞，一出环境保护的亲子舞台剧就要起歌。最喜欢什么角色？最喜欢什么？马头鹰。可以让他有一些环境的概念，透过这种亲子剧的方式。COVID-19 已经足久啊，想讲带囡仔出来踅踅。这出拯救地球你我伊的舞台剧是环保署委托如果儿童剧团创作演出，希望培养囡仔爱护环境的概念。回去可以去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的附近的朋友或者是小朋友，跟他们教你怎么去保护这个环境。佳佳，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怪怪的嘞？好像是哎，他们该不会是感冒了吧？剧本由3本环境教育绘本改编，以现代囡仔的生活经验出发，描写2个小朋友帮助动物的故事。这2个小朋友透过的电脑环境的保育的知识，去帮助侏罗树蛙找一个家，帮菱角鸮找到家，帮北极熊和圣诞老公公有机会能够继续为我们小朋友送礼物。这出亲子舞台剧7月至9月伫全台9个县市巡回，计共11场演出，会使透过网络免费领票入场。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8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稍等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